但係喺呢段期間其實就千祈唔好行差踏錯去，即係可能去吸毒啊，去做一啲唔好嘅嘢啊。其實同屋企人做好溝通，其實你有啲情緒其實可以借由一啲活動啊，或者一啲興趣其實可以發泄到出嚟嘅。其實未必一定要離家出走做到咁激咯。如果我嚟計嘅話，我會覺得教會喺呢個社會入邊係起咗一個好大嘅作用嘅，因為明顯地我哋會係覺得澳門嘅社工唔足夠啦，政府嘅宣傳啊各方面都係有啲不足嘅地方啦。如果好多時有啲年青人有啲地方可能需要揾啲寄託啊，或者需要幫助嗰陣時，如果政府或者社會嘅資源唔足夠嗰陣時，教會係起咗一個好大嘅作用咯。因為以我嚟計，我都識到一啲朋友，佢哋有陣時真係好唔開心啊，或者乜嘢嗰陣時，教會係起咗一個叫做俾你哋去告誡啊、關心啊，同埋一個俾你哋凝結到一個感受到一個原來社會一個咁 warm 嘅作用咯。係冇錯。咁其實咧，阿 B 仲有另外一 part 嘅分享喎，我哋睇埋佢哋另一個分享。喺賭場做咗即係咁多年，最重要咧就覺得9年係咪做咗？差唔多啦。差唔多9年。差唔多，因為18歲入去做。18歲咗9年。咁而且人工曾經好高啲係咪？係啊，去到差唔多如果成個月計就差唔多10萬蚊咯。好犀利喎！咁高人工你都放棄，點解咧？其實如果講真嗰句都唔想放棄嘅，但係後尾覺得即係其實啲錢根本就唔係真係擺喺手，只不過係擺喺自己所謂已經有嘅地方，嗰個價值冇咩作用咯。同埋每日嗰個翻工嗰個開心同唔開心都唔係喺嗰個當中咯。覺得冇乜意思係咪？冇咩意思，日瞓醒就翻工，翻工又瞓覺。好似機械人咁。係啊，同埋見到人哋即係有即係贏啊開即係笑，但係唔輸咧就好受到好緊要。咁同埋嗰種唔係真係開心，同埋係真係好憂心。咁所以冇咩價值咯。咁你而家做緊呢份工係咩工作性質？係幫助啲聽障嘅人士咧喺澳門嘅社會咧就去做佢哋之間嗰個橋梁，就係幫助佢哋同澳門嘅社會嘅人士咧係做嗰個溝通嘅關係。手語翻譯員咁就幫佢哋，譬如佢哋去各大嘅政府部門或者係衛生局啊，同埋一啲工作嘅地方見工啊，咁都會去幫佢哋做呢個手語翻譯咯。開唔開心嚟㗎？最近即係冇諗過9年嗰一伸手係鼓勵人哋不停去賭錢，跟住原來隻手可以有另一種作用嘅。即係而家就係嗰雙手係不停去幫人哋解決問題咯，係真係佢嗰時嗰刻嘅所有嘅需要咯。做完之後都會覺得好啊！好滿足。幫到有需要嘅人。真係好滿足，因為同埋見到佢哋嗰個眼神啊，同你講嘢嗰種嘅真摯嘅態度咧，係覺得感謝你。係啊。路是難走，但比起你的十架路，我今天算什麼？來起身再走過，遇着痛苦，你亦經過世間苦與樂，你的救贖愛海，我得勝獲釋放。望着十架的冠冕，仰望你度過每天，你體恤我的軟弱，明白我親身處境。無論遇着困苦憂愁，你亦會在我身邊，你興起我的生命，我今得到信心，面對挑戰。望着十架的冠冕，仰望你度過每天，你體恤我的軟弱，明白我親身處境。無論遇着困苦憂愁，你亦會在我身邊，你興起我的生命，我今得到信心，面對挑戰。十架的冠冕，仰望你度過每天，你體恤我的軟弱，明白我親身處境。無論遇着
困苦憂愁，你亦會在我身邊。你興起我的生命，我今得到信心面對挑戰。你興起我的生命，我今得到信心面對挑戰。我想同大家介紹咧一個真人嘅故事，佢就係阿力，佢係澳洲人嚟嘅。咁佢咧今年咧係29歲，佢出生嘅時候咧已經係冇四肢㗎啦。佢曾經試過3次自殺，因為咧佢啲同學仔咧成日都笑佢嘅。但係佢父母係好愛佢，佢父母係基督徒，從來都冇放棄過佢。喺10歲嗰一年咧，阿力因為即係深深感受到家人嘅愛，於是咧決定終止呢個消極嘅行為。佢希望立志要為自己生命負責。而家佢有2個學士學位，有自己嘅公司。佢決定咗用激勵他人做佢生命嘅目標。佢曾經周遊過5大洲、25個國家，舉辦過超過1500場嘅演講會，與數百萬嘅人咧擁抱過。佢寫咗一本書，出咗2個 DVD。佢可以識得畫畫啦、用電腦啦、衝浪啦、潛水啦、打高爾夫球啦、玩滑板啦、釣魚啦等等，好多嘢咧我都唔識嘅喎。佢忍受過好多嘅嘲笑，精神同埋身體上都受到痛苦。佢天生冇手冇腳，但係佢活出唔受限制嘅生命奇蹟，從一無所有到一無所缺。佢用行動話俾世界聽，咩叫做永不放棄嘅精神？只要有夢想，精彩嘅人生就會出現。我哋一陣間下一 part 翻嚟咧，我哋再有啲真人真事嚟到去感動大家。我哋而家首先去睇廣告先。